伫咧法国巴黎有一间台湾人开的册店，头家讲台湾有真侪好的文学、真丰富的文化底蕴，伊希望透过册店，互台湾文学甲世界产生愈深的连结。 伫咧法国有真侪有名的作家，比如写异乡人的客庙，也是写悲惨世界的有歌等等。伫巴黎街路巷啊、圣街拢通看到这款的独立册店。伫咧法国，因为重视出版，所以伫遮册拢有固定的介绍，禁止黑白拍折。也那伫巴黎，今年有一间台湾人开的册店，头家讲希望徛伫咧世界角度，甲台湾文学杀出去。 家顶有9位用法语写的关键字，包括全越城市通看到台湾作家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，有区标顶的同志文学毛毛的位书，边仔拢有放含关键字相关的世界文学。册店的负责人表示，会安尼排册是希望用上紧的方式，让法国人对台湾产生兴趣，嘛毋望翻译的台湾文学有所在，通互愈侪人看到。翻译是一件代志，但是翻译了，政府开迄个钱，甲翻译出来，但是要放倒位卖，要用啥物方式，互人知影，其实这个是更较重要的问题。这个空间是有互台湾的作品。 有一直互人看到的一个方式。为着要互世界通看到台湾文学，咱政府有协助翻译出版，但是在台语的部分，法国台语文化协会观察到，毋但师资教材真欠，真侪住伫法国的台湾家长，台语程度可能无好，到有才调教囡仔，所以协会会长投入出版品，有囡仔的头100个台语字当中的法语翻译，希望鼓励在外国生活的台湾父母慢慢甲台语捡回来。因为家长 无咧使用台语啊，所以要安怎去提升海外台湾人对台语的认同？教材部分当然这爱加减望望国家是毋是会当倒看成、倒支持啦吼。 国内台语家庭计划邓德兴为着要互海外第2代的台湾囡仔有台语伴袂孤单，法国台语文化协会嘛建议侨委会通成立台语学习中心，也是固定办理台语聚会等等，好一有心要学台语的人在海外嘛有机会通听通讲。记者卢尚珠、林晓凯，法国巴黎报道。